前方不远处右转，中山路那边，金堂店哦，金堂店，金堂店。灵安宫有摆渡真人蜈蚣阵哦，108节，就是配合36天罡72地算，刚好108节哦，好长好长的蜈蚣阵，目前是所看到最长的蜈蚣阵。家里金堂店绕境活动就有出现有拍到哦，第3天在金堂店前方经过有拍到有录影到。中华民国106年了，公元2017年了。今天2月19号了，国历29号。这里新生路。